人到中年容易病，你可能已經跌入身體虛弱嘅惡性循環。醫學研究指出，成年人在40歲後肌肉質量不斷流失。Orion 蛋白高營素 HMB 樂齡配方，黃金營養，幫你重塑肌力，增強免疫力。增肌成分 HMB 配合雙重優質蛋白，強化骨骼肌肉。科研實證，8星期改善肌力。配合維他命、膳食纖維及礦物質，增強免疫力，保護心腦血管，減少肌肉流失。每日一包，覆蓋人體所需全營養，一杯掂晒。專利微囊包覆技術，鎖住營養，吸收率激增140%。低糖、零膽固醇、高蛋白質。Orion 蛋白高營素 HMB 樂齡配方，補肌護濕，強免疫。Causeway 獨家發售。